歡迎收睇6點半新聞，詳細內容。警方採取打擊南亞裔人士嘅偷渡行動，喺屯門對開水域接獲一艘機動嘅木船，拉咗9個人，包括8個南亞同非洲裔嘅偷渡客。運載人蛇嘅呢一艘機動木船，長12米，闊2米，由一個懷疑係蛇頭嘅內地男人開動，船艙入邊有2層暗格，每一格匿埋咗4個非法入境者。被捕嘅內地男人同埋5個巴基斯坦裔同埋3個非洲裔嘅偷渡人士，已經交由水警總區重案組跟進。水警話，隔船呢係喺珠海嗰度開出，喺凌晨4點幾，香港嘅水警呢派出2艘嘅快艇喺龍鼓洲附近呢截獲呢一架船。警方指木船船身破舊，船上面冇嘢食，亦都冇救生設備，一旦發生意外，船上面嘅人隨時都有生命危險。警方又話，近期南亞裔嘅人士偷渡嚟香港有上升嘅趨勢，相信同法庭早前一宗判決有關。有啲南亞裔人士或者其他國家，佢哋受到嘅人士，佢受到自己受到政治嘅迫害咧，咁我哋嚟咗香港之後咧，我哋唔可以以入境條例咧告佢咧就非法入境嘅，亦都唔可以告佢咧就非法去工作嘅，所以咧可能係呢個原因咧就令到更多人咧會嚟香港就做呢啲揾呢個嘢做啊咁樣。警方今年頭9個月拉咗超過1000名嘅非華裔非法入境者，已經多過舊年全年，而且佔整體嘅非法入境者嘅比例，亦都由過往大約3成上升去到42%。警方強調會同內地嘅部門加強收集情報，打擊偷渡。無線電視記者陳亮君報道。有非法入境者到咗香港之後，會聲稱回國會受到迫害，向入境處提出酷刑申請留返喺香港，平均留港超過1年嘅。部分人就借機揾嘢做，當局正在修例，堵塞非法入境者利用酷刑申請留港工作嘅漏洞。喺深水埗布行林立嘅基隆街，每個角落都有南亞裔同埋非洲人嘅蹤影。佢哋經常3、5成群，等人請做搬運工人。有啲已經向入境處申請酷刑申請，正等候審批。好似呢一個孟加拉人留喺香港4年，但係講唔出唔能夠翻返去國家嘅具體原因。Because I have political problem, I cannot go back. So what kind of political problem? Because I always hear that you guys have some political problem, but we are not. Actually, madam, politically problem, so many problem, so many types. 有啲南亞裔人士嚟到香港一留就會留好幾年，但係入境處話留得越耐唔代表佢哋嘅酷刑申請一定係會成功㗎。有啲個案經過審批之後，一樣會被遣返原居地。非法入境者如果係揾政治庇護嘅話，主要係向聯合國難民專員公署要求保護。如果認為翻返去國家之後生命受到威脅，可以向入境處提出酷刑申請，期間會獲發行街紙，喺香港居住等候核實身份。平均係需要14個月。根據法庭早前嘅判決，佢哋做嘢並唔違法。目前累積未處理嘅個案，過去1年大幅增加，至到超過5000幾宗。08至到09年度，政府為佢哋提供嘅援助支出大約係5600萬。今個財政年度預算大幅增加至到1億5000幾萬，包括透過志願機構提供食物同埋醫理等嘅基本物資。政府已經提出修訂入境條例，禁止所有非法入境者，包括難民留港期間工作。預計立法會喺下個月通過修例。無線電視記者方健儀報道。